位朋友，歡迎收聽今期舉手不回。轉眼又到星期三夜馬，跑馬地9場賽事，場場有伏有機。白切雞已經逐場深度分析，等我即刻同大家分享心水，齊夜馬贏到笑啦！第一場第5班草地1650米，1號領創動力由艾杜拿策騎，3仗評分穩定，檔靚，步速順，可望帶反一直。3號馬特風由潘頓策騎，末段及兩段皆快，今場部署目標清晰。4號碧海藍天數據一流，兩段腳法突出，值得跟進。10號極速之子近仗兩段快腳，排好檔有望偷位。第二場第4班草地1650米，1號精算謀略由巴道策騎，3場兩段做快，信心之選。5號追風由潘頓策騎，連場做好，步速配合下有力搏殺。12號美麗歡星近仗走勢回勇，步速亦快，屬次選。8號黃隱福星由田泰安策騎，潛力不俗，可列配腳。第3場第2班草地1000米，8號顏色之王由艾少禮策騎，3仗兩段做快，短途腳力出眾，首選之才。2號神希麗人由潘頓策騎，兩段快腳，短直路極合腳。3號紅日射由布文策騎，做快段穩定，有一定威脅。7號輝煌精英步速支持度高，後上威脅不容小覷。第4場第4班草地1002米，3號樂家福由班德禮策騎，兩段快腳兼末段爆發，狀態火熱。4號幸運旅程由潘明輝策騎，3仗均有快段，形勢有利。5號烈寶勤由布文策騎，連場穩定表現，跑法主動。2號廚神早段快，今場步速配合可以搏。第5場第4班草地1800米，6號妙算奇勝由潘頓策騎，連場兩段極快，今場形勢理想，絕對主角。1號香港神區由艾杜拿策騎，連場兩段走勢好，穩中求勝。9號神區馬玲3仗有兩段爆腳，有力後追。12號波爾多後勁充沛，末段快，可拖腳。第6場第4班草地1002米，1號跑得好快由艾杜拿策騎，3場皆有兩段紅字，開快步速極有利。10號天下寵兒由潘頓策騎，兩段表現搶鏡，後追爆發。4號自動自覺由巴道策騎，連場兩段快腳，值得信賴。6號快搏亦有兩段支持，應搏腳。第7場第3班草地1002米，5號風雲武士由艾杜拿策騎，3仗兩段紅字，狀態一流。6號紅愛射做快段突出，蔡明少策騎有力撲擊。11號喜旺區由班德禮策騎，腳力後勁兼備，值得留意。9號老班精神由潘頓策騎，步速快腳，末段有威脅。第8場第3班草地1650米，1號人心星由布文策騎，3仗做快兼後勁好，形勢極佳。5號時時精準由田泰安策騎，做快段穩定，走勢持續。6號有財有勢連場兩段時間快，潘頓上陣可信。10號同樣美麗兩段成績穩定，可列三甲。第9場第3班草地1002米，6號金匯星星由艾少禮策騎，3仗兩段極快，今場形勢一流。5號勇霸龍由艾杜拿策騎，短途強爆力強，屬主要威脅。9號樂勝天下3仗兩段快腳，有力爆冷。4號騰龍四海由巴道策騎，步速穩定，亦有跑法優勢。